大家好，各位午安。頭先咧，阿 Paul 咧已經為大家介紹咗咧 HKArcGIS 啦。嚟緊呢個環節，我會為大家講解下 HKArcGIS Pro 咧一啲本地化嘅特色嘅。嗱，大家可以睇下啦，身後嘅就係 HKArcGIS Pro 啦。大家咧會發覺佢已經具備咗咧大家熟悉嘅工具啦、熟悉嘅界面同埋咧熟悉嘅操作。因為咧 HKArcGIS Pro 咧係基於國際版嘅 ArcGIS Pro 咧去開發而成嘅。咁可能大家會問啦，國際版嘅 ArcGIS Pro 同埋香港版嘅 ArcGIS Pro 咧有咩分別咧？嗱，兩者喺同一個版本之下係100% 兼容嘅，即係話各位 GIS 用戶，你哋喺國際版嘅 ArcGIS Pro 所製作嘅 Map Project， 用 Python 寫嘅 script 同埋咧 SDK 寫嘅 add-in 咧，嚟到個身後嘅 HKArcGIS Pro 咧，都係可以進行無縫對接嘅，而當中咧係唔需要牽涉任何轉換。兩者唯一嘅分別就係我哋喺 HKArcGIS Pro 入邊加入咗頭先阿 Paul 提到啦，好多本地化嘅 GIS 數據同埋咧 GIS 工具，務求咧令到 HKArcGIS Pro 咧係更加容易使用啦，同埋咧更加本地化嘅。好啦，首先我哋睇一睇本地化嘅 GIS 數據，我相信咧係大家會欣賞嘅功能嚟嘅。好啦，嗱，大家睇到啦 ，HKArcGIS Pro 入邊咧嘅底圖咧已經係預先用咗由 CSDI 分享出嚟嘅數碼地圖咧去製作而成嘅。而當中我哋整合咗唔同比例嘅數碼地圖，有1比1000啦、1比5000、1比10000同埋咧1比20000嘅。好啦，除此之外，我哋都將運輸署為大家製作嘅道路網絡數據咧，加咗入去 HKArcGIS Pro 當中。嗱，以往呢套數據咧，大家需要咧係 download 落嚟之後咧，做一啲設定啦，或者可能轉下格式，先至可以用到咧嚟做道路網絡分析嘅。但係嚟到 HKArcGIS Pro 咧，我哋嘅團隊咧已經為大家預先設定好呢套數據啦，將佢成為咧 ArcGIS 嘅 level dataset， 即係話喺 HKArcGIS Pro 入邊，大家咧可以直接用呢套數據咧去做道路網絡分析。就好似呢個例子咁，由荔枝角去九龍灣，我哋想知道當中佢最短嘅路徑同埋咧所經過嘅路段係乜嘢咧，就可以分析出嚟啦。嗱，大家可以留意咧，最短嘅路徑佢建議我哋咧就係用上年年尾開通嘅中九龍幹線嘅。好啦，除咗呢啲 2D 嘅 data 之外，我哋亦都將 3D 嘅數據咧擺埋入去 HKArcGIS Pro 入邊。嗱，呢套數據咧就係由地政總署咧為大家製作嘅 3D Visualization Map 啦。我哋可以用佢嚟做 3D Base Map， 再加埋土木工程拓展署為大家製作嘅 LiDAR 數據。嗱，大家留意啦，呢兩套數據咧都係非常之龐大嘅數據嚟嘅，就好似 LiDAR 呢套數據咁，當中包含咗有60億點嘅點雲數據，意味住香港版嘅 ArcGIS Pro 同國際版嘅 ArcGIS Pro 咧都有同樣嘅效能，可以咧係處理咁龐大嘅空間數據嘅。嗱，近年啦，香港特區政府咧都好鼓勵建築業界咧去用多啲 BIM 嘅數據咧喺佢哋嘅建築流程入邊。嗱，有咗 3D Base Map 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喺當中整合咗唔同嘅 BIM 數據入去俾我哋咧做啲三維空間嘅分析同埋咧係應用嘅。就好似個例子咁，我哋同時咧將一棟 BIM 嘅數據咧加咗入去，跟住我哋可以攞嚟做咩咧？就係數碼分身嘅應用啦。我哋例如可以做一啲設施嘅管理啦，睇翻樓宇入邊內部嘅管線分佈同埋佢嘅狀況，亦都可以利用物聯網去實時監測翻呢棟樓宇嘅冷氣系統，睇下咧佢嘅係咪運作正常啦。除此之外，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周邊環境嘅影響性評估。嗱，我哋將個鏡頭咧轉一轉，轉去何文田嘅公主道呢個位置。嗱，如果我哋想分析翻公主道嘅交通噪音點樣影響到附近嘅民居，嗱，唔知大家知唔知啦？環保署咧喺國際版嘅 ArcGIS Pro 咧開發咗一套叫做道路交通噪音嘅評估工具。嗱，我哋可以用呢套工具咧去分析翻公主道嘅交通噪音點樣影響旁邊呢棟樓宇。佢係基於咧唔同方位啦、唔同樓層啦，去生成咗一套咧3維嘅噪音數據咧。我哋可以將佢擺落 3D Base Map 啦。咁大家就睇到啦，比較
樓層低同埋近公路嘅單位咧，所受嘅噪音咧影響咧係比較大啲嘅。樓層高嘅單位咧，當然啦，噪音就比較細啲啦。嗱，近呢1-2年咧，香港特區政府咧都大力發展低空經濟。嗱，咁有咗 3D 數據3D base map 嘅數據之後啦，再加埋頭先提過嘅 LiDAR 數據，我哋可以做啲篩選，將一啲架空電纜嘅位置咧係顯示出嚟。嗱，呢個應用咧非常之有用，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要幫無人機咧去做一啲航線嘅規劃。咁有咗呢一個應用咧，就可以提示我哋咧去避開架空電纜咧呢啲危險嘅位置嘅。好啦，提開無人機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啦，無人機可以幫我哋咧去拍攝一啲近距離而且高清嘅影像嘅。嗱，早排咧我哋啲同事去咗中文大學附近咧，用咗無人機就收集咗一啲高清同埋咧近距嘅照片嘅。我哋就將佢擺咗入去 HK Argos Pro 入邊，用而家咧比較嶄新嘅一個技術叫做 3D 建模技術 Gaussian Splatting， 去將一啲高清嘅影像咧，好短時間地咧變成咧 3D 嘅實景嘅。就好似呢個 3D model 咁，大家可以睇到當中嘅物件，例如汽車啦，甚至乎植物啦，同埋咧天台嘅太陽能板咧，都係好清晰地咧去顯示出嚟嘅。嗱，除咗影相之外啦，無人機仲可以幫我哋咧去拍一啲視頻嘅，就好似呢個應用場景啦。當有山火發生嘅時候，我哋咧就可以咧喺山火發生嘅地方，用無人機去拍攝一啲叫做全動態嘅視頻，然之後咧喺 HK Argos Pro 入邊咧去直播出嚟嘅。再配合埋 3D Base Map， 我哋可以用一個工具叫做動態邊界勾畫工具，喺個視頻上邊咧，即時勾畫翻山火嘅位置啦，同埋佢所受影響嘅範圍，然之後喺地圖上邊咧實時咧去顯示出嚟。嗱，呢個應用咧係非常之有用嘅，對於消防隊伍嚟講咧係可以實時去規劃翻呢一次嘅撲滅山火嘅行動咧係應該點樣部署嘅。嗱，另一個咧三維空間嘅應用方案咧就係為咗去配合我哋香港成為一個易行嘅城市。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咧將地政總署為大家製作嘅三維道路行人網絡咧加埋入去 HK Argos Pro 入邊，亦都將佢變成一個 Lab Data Set， 即係話咧大家可以喺 3D 嘅環境入邊進行咧行人道路網絡嘅分析啦。就好似呢個例子咁，如果我哋由 A 點去 B 點嘅話，分析出嚟嘅結果咧就係需要上扶手電梯，再去行人天橋先至可以去到 B 點嘅。但係如果有輪椅使用者點咧？嗱，大家都知道啦，輪椅使用者用唔到扶手電梯噶嘛。咁我哋將個設定改一改，咁佢就會建議我哋咧係用升降機咧去行人天橋啦，再去 B 點嘅。嗱，由此可見咧，我哋充分利用咗本地嘅數據嘅特色，喺 HK Argos Pro 入邊咧，為各位用戶咧提供適當嘅建議嘅。嗱，頭先做俾大家睇嘅都係一啲 CSDI 分享出嚟嘅數據。今日我亦都好開心，亦都好感謝咧，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任鄺志文教授為我哋咧 HK Argos Pro 咧提供咗一套咧比較特別啲嘅數據，叫做敵產台像。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嘅名詞啦？敵產台像。嗱，喺呢度咧，我就唔打算為大家解釋啦，因為鄺教授都嚟到我哋發佈會，咁我會留翻時間等阿鄺教授咧為大家介紹呢套數據。嗱，頭先大家睇到好多 GIS 嘅應用啦，都見到咧 HK Argos Pro 入邊咧係已經包含咗好多本地化嘅數據喺入邊。嗱，喺呢度咧，我想藉個機會咧，多謝我嘅開發團隊，因為佢哋開發 HK Argos Pro 當中，亦都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心機咧，去為大家去收集啲數據啦，同埋咧轉啱個格式喺 HK Argos Pro 入邊咧可以即開即用嘅，從而咧去幫大家咧慳翻好多自己揾數據嘅時間，同埋咧可以盡情地咧發揮咧喺 HK Argos Pro 入邊嘅 GIS 應用方案。好啦，頭先提過好多 2D 同 3D 嘅數據，咁阿 Paul 咧亦都介紹咗啦。HK Argos Pro 入邊咧包含咗咧多套嘅衛星影像嘅數據喺入邊。嗱，呢啲衛星影像啦，阿 Paul 提過咧就係可以俾大家免費使用啦，亦都咧可以配合我哋喺 HK Argos Pro 入邊為大家咧製作咗嘅一套咧
人工智能工具。嗱，呢啲咧人工智能工具咧背後已經係預載咗 AI Plus GIS 嘅模型喺入邊啦。而我哋嘅團隊亦都用咗本地嘅 GIS 數據咧，去預先進行咗咧訓練嘅，即係話呢啲 AI 工具咧係已經可以咧係完全適合香港嘅環境使用，大家可以有，亦都係啦，可以即開即用，同埋咧係唔需要咧係進行呢個 data training 啦。嗱，舉個例子，香港版嘅 ArcGIS-Pro 同埋國際版嘅 ArcGIS-Pro 咧，同樣都可以咧係顯示出一啲衛星嘅影像嘅，例如 Landsat 89嘅影像啦， Sentinel-1嘅 radar 影像啦， Sentinel-2多光譜嘅影像，同埋咧 World View 嘅影像。嗱，呢啲影像咧喺我哋香港有大雨或者颱風嚟襲嘅時候咧，再配合埋我哋身後嘅 landslide detection 嘅人工智能工具咧，就可以喺當中揾出一啲疑似山泥傾瀉嘅地點出嚟，俾我哋做翻跟進嘅。嗱，有咗呢套工具啦，大家可以見到咧，係我哋可以減少咗人手識別嘅時間，同埋咧提升翻咧識別嘅效率嘅。咁喺香港風季同埋雨季嘅時候咧，就起到好重大嘅作用啦。嗱，另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香港有啲比較特別啲嘅交通工具嘅，譬如話 van 仔，我哋有紅色、綠色；的士亦都係啦，有紅色、綠色，仲有藍色嘅，同埋有唔同種類嘅巴士。嗱，我哋可以用後邊 car detection 呢一個人工智能工具，將呢啲具香港特色嘅交通工具咧，喺航空照片度咧識別出嚟，就好似呢幅相咁啦。我哋可以喺當中咧係識別出綠色嘅 van 仔啦、紅色嘅的士同埋巴士。嗱，唔係識別位置咁簡單喎，仲可以將咧佢哋嘅車種類別咧係一併識別埋出嚟咧，喺地圖上面顯示埋。生成嘅數據咧，亦都可以咧係同我哋嘅 GIS database 咧係整合埋一齊嘅。我哋亦都可以咧用呢一啲車種嘅類別咧做一個統計，用圖表嘅形式咧去顯示出嚟。咁對於我哋智慧交通嘅發展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嗱，講開交通，我相信咧在座各位咧都有駕駛人士喺度㗎啦。喺你哋咧揸車嘅途中咧，一定咧會有機會咧遇過一啲有問題嘅路牌嘅。咁我哋咧有兩套工具 TestSam 啦，同埋 Vision Language Classification 嘅人工智能工具咧，可以幫大家去揾出一啲有問題嘅路牌。嗱，好似呢一幅相咁，大家見到啦，有棵樹咧就遮住咗個路牌。咁我哋就可以用翻頭先剛才嘅人工智能工具咧，去將呢啲受遮擋嘅路牌咧去識別出嚟。除此之外，亦都可以將一啲污糟咗嘅路牌啦，好似呢幅相咁，一啲褪咗色嘅路牌啦，都可以咧識別埋出嚟，然之後將佢位置啦 export 出嚟俾相關嘅部門咧再作跟進嘅。好啦，嗱 HK ArcGIS-Pro 咧另一個亮點咧就係我哋嘅團隊為大家咧製作咗一套專為香港環境而設嘅地圖符號，就係我身後呢一套啦。嗱，當中咧包括咗咧有超過100個嘅地圖符號咧俾大家使用嘅。嗱，例如我哋有郊野公園嘅地圖符號啦，再 zoom in 一啲，我哋有政府大樓嘅地圖符號啦，甚至乎我哋香港比較特別嘅交通工具港鐵站嘅地圖符號同埋周邊嘅出口嘅地圖符號咧，都一併為大家咧製作咗喺 HK ArcGIS-Pro 入邊啦。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喺 GIS 製圖方面咧，可以方便快捷、更加本地化同埋統一化嘅。嗱，相信咧好多在座各位用過國際版嘅 ArcGIS-Pro 嘅用戶咧，都會知道啦。ArcGIS-Pro 咧係有好多geoprocessing tools 喺入邊嘅。嗱，呢啲 geoprocessing tools 咧喺我哋香港版嘅 ArcGIS-Pro 咧，亦都咧包括喺入邊。我哋亦都為各位香港嘅用戶咧製作咗一套屬於本地嘅 geoprocessing tools。嗱，而家呢一個版本咧，我哋係包括咗一啲3維數據嘅轉換工具喺入邊。嗱，當中有一個轉換工具咧，係想為大家介紹一下嘅，就係香港高程轉換工具。因為咧，我哋係用咗由地政總署、測繪署、大地測量組佢哋發放嘅坐標轉換應用程式界面咧，去開發而成嘅。
嗱，有咗呢套工具咧，我哋可以將收集翻嚟嘅 GPS 高程數據咧，去轉換成香港基準面嘅高程數據，然之後咧喺 3D base map 上邊咧去顯示同埋咧做個對比嘅。對於建築測量界嚟講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用嘅一個工具嚟嘅。嗱，各位 HK ArcGIS Pro 咧係會持續更新嘅。我哋嘅團隊期望咧喺未來嘅日子咧，會喺當中加入多啲嘅 Geoprocessing tools 咧，係俾大家去用嘅。嗱，大家亦都可以 scan 我呢一個 QR code， 係啦，填個問卷，將你哋想要嘅 Geoprocessing tools 咧話俾我哋知道。咁我哋咧會交俾我哋嘅開發團隊啦，喺未來嘅版本上邊咧加入去幫大家咧去使用咧，更加容易使用呢個 HK ArcGIS Pro 嘅。好啦，各位一個好簡短嘅介紹，嚟到呢度咧，想同大家指出 HK ArcGIS 咧唔係一個軟件咁簡單，仲有一個咧本地化 AI 賦能嘅地理資訊系統平台，緊扣住咧國家同埋香港嘅 AI Plus 嘅策略，亦都全面咧支援各行各業嘅數碼化，當中包括有低空經濟啦、智慧建築啦，同埋智慧政府嘅 AI 應用方案，務求咧令到我哋香港咧成為一個咧領先嘅智慧城市。嗱，各位今日咧 HK ArcGIS 咧就可以開始使用啦，期望大家咧一齊用呢個平台咧去發揮地理空間智慧，成就香港咧可持續未來發展。多謝各位。